譬如说讨厌，我们讲电影脑啊，就是得人恼，对，烦恼的恼。对，坚持客家话要说得到底，用词要就近。很难相信陈建中牧师从未待过客家村，没忘记母语是爸爸的硬性规定。老师，天喇叭给行要怎么唱啊？天喇叭给心。创作的客家圣乐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与母语紧密相系，成立客家福音诗歌团，做有意义的事。学语言如果用音乐来学的话是比较快，而且也比较有趣。现在有差不多20个团员，有原住民，有外国人，都在教他们唱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融合。对。中西融合其实就落实在陈牧师身上，主修小提琴，但精通古筝、二胡、中西乐20多种乐器。这首《主耶稣》被翻译成多国语言，客家古调的圣乐，外国人也吟唱。我有艰苦，你来给他，事事都有你照顾哦。所以这就是传统客家调的圣歌。是。好特别哦！想要唱客家歌，本太家堂。啊，老师说我想唱客家歌给大家听，本太家港珠豆客家话可以讲，对不对？就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客家话的美。唱。音乐的美、力量和摄受力真是无远弗届的。所以陈老师传递福音的使命感，透过创作客家圣歌，其实也同步辐射出客家文化的精髓。送葱客家歌本太家堂，本太家甘肃豆客家话嘅讲，爱送葱客家歌本太家堂，本太家甘肃豆客家话嘅讲。